各位觀眾，今日我哋要講一個關於愛、血緣同埋宿命嘅故事。喺2026年一個濕冷到令人骨頭都發酥嘅深夜，中環半山嘅霧氣好厚，厚到好似舊電影入面褪咗色嘅綢緞一樣。喺一條寂靜嘅路邊，停咗一架黑色嘅轎車，熄晒所有燈，好似一頭喺黑暗中停止咗呼吸嘅巨獸。車廂入面嗰種狹窄嘅空間，氧氣好薄，委屈同埋不甘心化成咗實質嘅寒風，每一寸空氣都刮到人塊臉好痛。坐喺副駕駛座嘅係天后王菲，呢個喺雲端被世人仰望咗30年嘅女仔，呢個號稱睇透紅塵嘅傳奇，喺呢一刻，佢嗰層清冷孤傲嘅皮囊徹底碎咗。佢今日冇化妝，蒼白嘅臉色喺儀表板微弱嘅餘光下面，顯出一種近乎透明嘅淒涼。佢眼眶通紅，淚水好似斷咗線嘅珠子咁樣，但係佢仲好倔強咁掛喺眼睫毛上面，唔肯跌落嚟。嗰雙曾經靈動到好似露水咁嘅眼睛，而家滿布住燒成灰燼之後嘅死寂。佢死死咁盯住隔籬嗰個男人嘅側臉，嗰個同佢牽絆咗大半世、分分合合20年，佢以為終於可以喺靈魂盡頭白頭到老嘅男人謝霆鋒。謝霆鋒冇望佢嗰張好似刀刻咁凌厲嘅臉隱藏喺陰影入面，雙手緊緊咁抓死個皮質方向盤，指關節因為過度用力而顯得慘白。車廂入面靜到好得人驚，只係聽到王菲嗰種沉重壓抑，好似空腔入面灌滿咗鉛塊咁嘅呼吸聲。王菲把聲顫抖到幾乎破碎，佢問：你講嘢啦，我哋呢啲年算係乜嘢？嗰啲喺拉薩睇過嘅雲，喺後海吹過嘅風，嗰啲我哋以為可以抵擋歲月嘅重逢，通通都抵唔過嗰3個仔咩？謝霆鋒終於喐咗，佢慢慢咁轉過頭，眼神入面冇咗往日嗰種心情，得返一種令人心寒嘅疲憊，仲有一種好似被宿命捏住喉嚨嘅窒息感。佢把聲好低沉，好沙啞，聽落去好似喺粗糙嘅沙子上面磨過咁樣。佢叫咗一聲：阿菲，我有3個仔。佢停咗一停，每一個字都好似一粒好重嘅石子，沉沉咁壓喺王菲嗰粒神早已經千瘡百孔嘅心上面。佢話：仔唔可以冇咗爸爸，每一次諗起佢哋，我心入面就覺得好愧疚，嗰種愧疚感快要將我淹沒啦。王菲凄絕咁笑咗一聲，呢次可能係佢呢世人笑得最難睇嘅一次。佢反問謝霆鋒：你對佢哋有愧，咁對我呢？你將我嘅尊嚴踩喺腳底下面，就係為咗去補償你嘅愧疚。謝霆鋒，你真係忍心咩？你用父親呢個頭銜，親手將我哋嘅過去全部清零。謝霆鋒閉上眼，喉結劇烈咁上下滑動，佢腦海入面浮現出張柏芝喺深夜入面獨自帶住細路嘅背影，浮現出細路仔嗰種渴望爹地返屋企嘅眼神。嗰係一種血脈嘅引力，一種生而為人嘅枷鎖，任憑佢再點樣叛逆，點樣追求靈魂嘅契合，佢始終都逃唔出呢重重沓沓嘅倫理大網。呢一夜，中環嘅晚風吹散咗最後嗰少少溫泉，嗰條維繫咗20年、纖細而脆弱嘅紅線，喺細路呢個咁沉重嘅詞語面前，咔嚓一聲，徹底斷咗。如果話王菲係謝霆鋒心入面嗰抹清冷嘅月光，咁張柏芝就係佢骨子入面揮之不去嘅鐵鏽。喺謝霆鋒個手機屏幕上面，二仔 Quintus 嗰張同謝霆鋒後生嗰陣一模一樣嘅臉，正帶住天真無邪嘅笑容問：爹地，你幾時返嚟陪我踢波啊？嗰一刻，原本坐喺頂級餐廳準備同王菲共進晚餐嘅謝霆鋒，手指尖猛咁震咗一下。嗰個一向冷峻，好似對世俗毫不在意嘅男人，眼神入面竟然閃過一抹卑微。呢種卑微係王菲窮盡一生都冇辦法理解嘅。喺王菲嘅世界入面，愛係靈魂嘅共振，係兩個自由個體嘅契合。但係喺張柏芝嘅世界入面，愛係血脈嘅糾纏，係打斷骨頭仲連住根嘅契約。張柏芝真係太明呢個男人啦，佢唔需要好似普通女人咁樣一喊二鬧三上吊，佢只需要喺嗰啲平淡無奇嘅晏晝，發一段片過去俾謝霆鋒睇。大底 Lucas 高咗啦，膊頭闊咗，嗰種沉默寡言嘅樣簡直係當年謝霆鋒嘅翻版。細仔喺畫紙上面亂畫，畫咗一個模糊嘅人影，指住話呢個係爹地。
呢啲片段就好似一粒粒無聲嘅子彈，精準咁穿透咗謝霆鋒嗰層名為真愛嘅武裝。每當謝霆鋒喺半山豪宅入面望住王菲嗰個清冷脫俗、唔食人間煙火嘅背影嗰陣，佢心入面生出嚟嘅唔係安寧，而係一種好深嘅罪惡感。佢會喺度諗，我喺度追求緊靈魂嘅自由，但係我嘅親生骨肉卻喺嗰個狹窄嘅公寓入面獨自長大。張柏芝係一個好聰明嘅女人，佢深知謝霆鋒嗰粒看似堅硬嘅心，其實最怕嘅就係虧欠。佢從來唔會喺媒體面前講謝霆鋒一句壞話，甚至喺鏡頭面前笑得好燦爛，話自己一個人帶3個仔好幸福。呢種懂事先至係最狠嘅報復。佢將謝霆鋒推上咗道德嘅火刑架，全香港嘅狗仔隊都喺度影佢推住嬰兒車，滿頭大汗咁喺超市穿梭嘅樣。而呢個時候嘅謝霆鋒，往往正同王菲喺京都睇緊紅葉，或者喺法國品嘗緊紅酒。嗰種巨大嘅對比，就好似一記又一記響亮嘅耳光，抽喺謝霆鋒嘅自尊上面。佢開始喺深夜入面反覆咁睇細路仔嘅相，嗰種源自原始本能嘅愧疚，好似藤蔓咁順住佢嘅腳畫向上爬，最後緊緊咁勒住佢嘅心臟。佢發現王菲可以俾到佢精神上嘅共鳴，但係俾唔到佢作為一個父親嘅完整感。張柏芝用咗10幾年嘅青春，仲有3個鮮活嘅生命，喺謝霆鋒嘅生命入面築起咗一座圍城。呢座城雖然冇城牆，但係密不透風。任憑王菲點樣超脫，點樣空靈，只要佢跨唔入呢個血緣嘅門檻，佢永遠都只係一個企喺城出面睇風景嘅人。謝霆鋒終於意識到，佢欠張柏芝嘅唔單止係一段婚姻，更加係嗰3個仔缺失咗，再都補唔返嘅童年。呢種債，情債難還，血債重重。呢場恩怨係全香港甚至全亞洲都為之震動嘅一幕。2014年，嗰個喺公寓窗簾後面跨越世紀嘅吻，好似一道驚雷咁劈開咗沉寂已久嘅娛樂圈。嗰一刻，謝霆鋒臉上嘅笑係嗰種少年意氣風發，帶住細路仔氣嘅純真。佢好似卸低咗身上沉重嘅鎧甲，變返嗰個喺中環街頭為了愛不顧一切嘅小謝。而王菲呢個喺冷風入面縮咗太耐嘅天后，終於喺嗰雙熟悉嘅懷抱入面揾到咗佢以為可以避一世嘅港灣。嗰陣時嘅佢哋以為自己贏咗命運，以為真愛呢2個字真係可以抵擋所有嘢。喺重逢嘅最初幾年，佢哋嘅生活確實好似一場遠離塵囂嘅夢。佢哋喺北京嘅後海划船，喺京都嘅古寺聽鐘聲，喺法國嘅莊園對住夕陽品酒。謝霆鋒甚至為咗佢洗手做羹湯，喺嗰一碟又一碟精緻嘅料理入面，藏住一個男人最卑微亦都最熱烈嘅討好。王菲睇住佢食得開心，眉眼之間全部都係大功告成嘅快樂。但係呢種甜蜜，其實更加似係一種回光返照。每當夜深人靜，王菲喺謝霆鋒嘅懷入面呼吸均勻咁瞓着嗰陣，謝霆鋒會偷偷地攞起部手機，屏幕嘅光喺黑暗中顯得特別刺眼，照亮咗佢眼底嗰抹揮之不去嘅陰影。佢喺度睇緊乜嘢？佢喺度睇緊大仔 Lucas 因為叛逆喺學校闖禍嘅新聞。佢喺度睇緊張柏芝因為過度勞累深夜送院嘅小道消息。呢種現實嘅重壓，好似一雙無形嘅手，一點一點咁捏熄咗夢境入面嘅燭光。王菲其實都察覺到啦，佢係一個咁敏感、咁空靈嘅人，點會聞唔到空氣入面漸漸生出嚟嘅焦灼氣息？佢睇住謝霆鋒喺聽完一個香港嘅長途電話之後，原本舒展開嘅眉頭會下意識咁打咗個死結。佢睇住佢坐喺露台度食煙，煙圈一圈圈散開，眼神卻穿透咗北京嘅濃霧，飛去咗嗰個佢避之不及，卻又魂牽夢縈嘅南方小島。王菲試過裝作唔在意，佢陪佢去滑雪，陪佢去潛水，試圖用更多、更極致嘅浪漫去填補佢內心嘅空洞。但係喺嗰啲急速下降嘅瞬間，喺嗰啲山海無聲嘅時刻，佢分明聽到咗謝霆鋒心底嘅嘆息。嗰係一種對家庭完整性嘅渴望，係對父親職責嘅召喚。呢種回光返照式嘅甜蜜，終於喺2026年嘅春天徹底崩塌。當謝霆鋒開始頻繁咁往返北京同香港兩地，
當佢開始喺飯台上面沉默不語，當佢眼入面嘅光逐漸被一種名為責任嘅沉重感取代，王菲就知道呢場名為真愛嘅修行，終究定係敵唔過嗰三個仔嘅一聲喊聲。呢種對比係極其殘酷嘅，一邊係靈魂嘅自由，另一邊係血脈嘅呼喚；一邊係如夢似幻嘅傳奇，另一邊係骨肉相連嘅真相。佢哋喺呢場華麗嘅重逢入面，行到咗最後一道關口。嗰條維繫咗20年嘅紅線，喺現實嘅冷風入面發出咗陣陣哀鳴。好多人以為張柏芝輸咗喺嗰個落雨嘅離婚深夜，輸咗喺王菲重返謝霆鋒懷抱嘅世紀之吻入面。但係佢哋錯咗，喺呢場跨越20年嘅修羅場入面，張柏芝落嘅係一盤長達一世嘅棋。佢唔需要去中環嘅寫字樓入面唇槍舌戰，亦都唔需要喺社交媒體上面自憐自哀。佢嘅戰場喺超市嘅貨架前面，喺學校嘅家長會上面，喺每一個獨自背住三個仔穿梭喺流言蜚語嘅背影入面。呢種絕地反擊冇硝煙，但係滿布住生活最真實嘅血腥味。張柏芝太清楚謝霆鋒嘅軟肋喺邊度啦。嗰個外表冷酷、沉溺喺烹飪同搖滾嘅男人，內心深處其實住住一個極度渴望家庭完整嘅小男孩。於是張柏芝將自己活成咗一個符號，一個孤勇嘅單親媽媽。佢開始頻繁喺社交平台上分享生活，箱入面冇名牌袋，冇深夜嘅買醉，得返清晨6點同仔做嘅早餐，陪細路練琴嗰陣眼角藏唔住嘅疲憊，仲有嗰雙因為操勞而唔再纖細嘅手。佢唔需要提謝霆鋒個名，但係每一張相都喺無聲咁控訴緊。你睇，當你喺雲端談情說愛嗰陣，你嘅親生骨肉正喺人間掙扎。呢種對比係王菲嗰種虛無嘅空靈感，永遠都冇辦法抗衡嘅。當全香港嘅媒體都開始倒戈，當曾經唾棄佢嘅路人都開始感嘆母愛偉大嗰陣，張柏芝就知道佢已經贏咗一半。佢用呢種近乎自虐嘅情感，喺謝霆鋒嘅道德邊界上面打入咗一條又一條嘅鋼針。最絕嘅一招係佢對謝家長輩嘅不爭。佢從來唔阻啲細路去探爺爺嫲嫲，甚至喺拉姑迪波拉面前表現得好卑微、好周全。佢叫啲細路記得發語音俾爹哋，用最自戀嘅聲問一句：爹哋，你攰唔攰啊？呢句嘢係王菲永遠都跨唔過去嘅橫溝。王菲可以陪謝霆鋒傾哲學、傾音樂、傾佛法，但係佢陪唔到謝霆鋒去面對嗰3個日益長大嘅少年眼入面嘅落寞。張柏芝將細路仔變成了佢最堅固嘅盾牌，亦都變成了佢最鋒利嘅矛。佢唔需要現身，只要細路喺嗰度，佢永遠都係謝霆鋒生命入面冇辦法抹除嘅底色。喺嗰個深夜嘅車廂入面，謝霆鋒之所以講出嗰句我心入面好愧疚，正係因為張柏芝用咗10幾年嘅隱忍，將呢份愧疚釀成了最烈嘅毒酒。佢令謝霆鋒意識到，佢追求嘅自由係建立喺另一個女人同埋3個仔嘅廢墟之上嘅。呢場反擊冇所謂嘅勝負手，得返人性嘅博弈。張柏芝用母性呢把鈍刀，一點一點咁割斷咗風飛之間嗰條名為理想嘅弦。如果人生係一場漫長嘅廚藝競賽，謝霆鋒發現佢無論點樣都調唔出一種令所有人滿意嘅味道。喺外界眼入面，佢係嗰個冷酷瀟灑、快意恩仇嘅風味之主，但係喺呢個深夜嘅轎車入面，喺呢個被王菲質問到啞口無言嘅時刻，佢只係一個被責任同埋真愛呢兩座大山活生生擠壓喺夾縫入面嘅困獸。呢種囚徒困境唔係其他人俾佢嘅，係佢親手為自己鑄造嘅鐵籠。每當佢閉上眼，腦海入面就好似喺度播放一場無聲嘅蒙太奇。左邊係王菲，嗰係佢少年時代嘅夢，係佢喺呢個混濁世間唯一可以呼吸到嘅自由空氣。同王菲一齊，佢唔需要做謝大俠，唔需要做一個好爸爸，佢只係嗰個彈住吉他、滿眼星辰嘅謝霆鋒。王菲俾佢嘅係靈魂嘅共振，係逃離地心吸力嘅輕盈。但係右邊係張柏芝，仲有嗰3個留住佢血液嘅仔，嗰係佢冇辦法切割嘅根，係佢喺呢個繁華浮世入面沉重嘅矛。每當佢喺頒獎禮上面意氣風發，
只要手機跳出一張 Lucas 沉默嘅相，或者係 Quintus 病咗打點滴嘅片段，嗰種排山倒海而嚟嘅負罪感，就會瞬間將佢嘅榮光淹沒。佢會諗，我喺呢度享受萬眾矚目，但我嘅仔女卻喺度為我嘅選擇買單。呢種愧疚感好似一種慢性劇毒，一點點咁腐蝕緊佢同王菲之間嘅浪漫。謝霆鋒開始變得好分裂。喺王菲面前，佢努力維持住嗰份超脱世俗嘅清高，但係喺背地裏，佢開始瘋狂咁工作，瘋狂咁開鋪頭，瘋狂咁積聚財富。佢以為只要俾到細路仔富足嘅物質，就可以填補父愛嘅空缺。但係佢錯咗，錢係買唔返嗰啲錯過咗嘅睡前故事，亦都買唔返大仔眼入面越來越冷淡嘅疏離感。佢喺車入面握住方向盤嘅手，輕輕咁顫抖，嗰係佢喺度同自己嘅內心博弈。佢愛王菲嗎？愛，直情愛到骨入面。但係佢可以心安理得咁愛落去咩？佢做唔到。每當佢擁抱王菲，佢就好似聽到三個仔喺遠方無聲咁喊緊。佢發現真愛係自私嘅，而血脈係無私而且霸道嘅。佢想做一個追逐月亮嘅詩人，但係現實卻拉住佢，令佢必須返去嗰個充滿奶粉味同喊鬧聲嘅凡塵入面去贖罪。佢好似一個行喺鋼絲上面嘅雜技演員，平衡到精疲力竭。王菲嘅清冷令佢感到一種近乎荒涼嘅孤獨，而張柏芝嗰邊傳嚟嘅屬於煙火人間嘅喧囂同埋苦楚，卻又好似一條勒住條頸嘅繩索，提醒佢你走唔甩。呢個就係謝霆鋒嘅修羅場，佢擁有了全世界，卻唯獨冇選擇唔愧疚嘅權利。喺呢場名為人生嘅囚徒困境入面，佢左衝右突，最終卻發現唯一嘅出口，竟然係要親手推開嗰個佢愛咗半世嘅女人。王菲呢世人從來都冇輸過，從當年嘅王靖雯到今日嘅天后王菲，佢始終係嗰個昂起頭，用鼻息去睇世界嘅女人。佢空靈，佢清冷，佢獨立。喺佢嘅世界觀入面，愛情係兩個靈魂喺雲端嘅博弈，係即便全世界都反對，我都要拖住你隻手嘅孤傲。佢以為只要兩個人嘅頻率相同，就可以抵禦呢啲凡塵俗世入面所有嘅流言。但係佢萬萬冇諗到，自己呢尊被供奉喺神壇上面嘅神，有一日會被三個細路嘅喊聲夾硬拉返去呢個滿布灰塵嘅地面上面，仲要摔到粉碎。喺嗰架令人窒息嘅黑色轎車入面，當謝霆鋒講出嗰句我心入面好愧疚嗰陣，王菲感覺到一種前所未有嘅荒涼。呢種荒涼唔係因為佢唔愛佢啦，而係因為呢種愛喺嗰個男人心入面，竟然排喺債嘅後面。佢望住窗外中環嘅霓虹燈，嗰啲燈火斑斕到好似一場諷刺。佢心入面嘅嗰個傳奇正喺度崩塌。王菲進行咗一場從來都冇過嘅近乎自虐嘅心理測試。佢喺度諗，張柏芝到底俾謝霆鋒留低咗啲乜嘢？係一個家咩？唔係，係一個永遠都冇辦法愈合嘅傷口。張柏芝用嗰種受難者嘅姿態，喺謝霆鋒嘅生命入面刻低咗不可磨滅嘅坐標。而王菲，佢太高傲啦。佢唔食於示弱，唔食於用眼淚去捆綁。佢俾咗謝霆鋒100%嘅自由，卻冇發現男人呢種生物有時候更加迷戀嗰種被需要嘅枷鎖。王菲喺嗰一刻體驗到咩叫做真正嘅高處不勝寒。企喺巔峰太耐啦，佢唔記得咗人間煙火係有毒嘅。佢可以陪謝霆鋒去飛，去浪跡天涯，但係佢俾唔到謝霆鋒嗰種為人夫、為人父嘅滿足感。每當謝霆鋒喺深夜入面因為細路仔而輾轉反側，王菲坐喺床頭望住月光灑喺嗰個男人糾結嘅眉心，佢會感到一種深深嘅無力感。佢想安慰，卻發現自己連安慰嘅資格都冇，因為佢唔係嗰啲細路嘅阿媽。佢所有嘅清高喺張柏芝嗰啲滿布柴米油鹽、接送細路、感冒發燒嘅日常面前，顯得係咁虛無、咁蒼白，甚至係咁自私。王菲喺心入面自嘲咁笑，原來喺血脈面前，天后呢個名銜連一張擦汗嘅紙巾都不如。呢種從雲端跌落嚟嘅卑微感，好似潮水咁樣將佢淹沒。
佢開始意識到呢場感情嘅結局，其實喺謝霆鋒第三個仔出世嗰一刻，或者係喺謝霆鋒意識到自己虧欠嗰一刻，就已經寫好咗。佢唔係輸俾張柏芝，佢係輸俾父親呢兩個字背後承載嘅沉重到令人窒息嘅倫理大義。佢閉上眼，由得嗰滴暖嘅眼淚滑過臉頰，嗰係天后嘅哀鳴，亦都係一個女人喺宿命面前最後嘅一絲掙扎。如果話前兩個仔係謝霆鋒心頭揮之不去嘅陰影，咁張柏芝嗰個始終未曾公開生父身份嘅第三個仔 Marcus， 就係懸喺風飛眉頭上面嘅一柄隨時會跌落嚟嘅達摩克利斯之劍。全香港嘅狗仔隊都喺度癲傳，全中環嘅茶餘飯後都喺度揣測，嗰個仔嘅眉眼，嗰個仔嘅神態，甚至嗰個仔偶爾流露出口嘅倔強，都同某個刻喺謝家骨血入面嘅字一模一樣。呢個唔單止係一個細路嘅出世，呢個係一場精心佈局嘅心理攻堅戰。喺嗰架黑色嘅轎車入面，當謝霆鋒提到三個仔嗰陣，王菲嘅呼吸喺嗰一秒徹底停咗。嗰個仔好似一塊燒紅咗嘅鐵印，燙到佢體無完膚。佢唔需要去問，唔需要去考證。喺呢個男人嘅沉默入面，佢讀到咗最令佢反胃，亦都最令佢絕望嘅真相。嗰種曖昧不清嘅責任，嗰種冇辦法講出口嘅牽絆，已經將謝霆鋒徹底釘死喺張柏芝嘅功德碑上面。張柏芝真係太狠啦！佢守口如瓶，佢隻字不提，佢令呢個仔嘅生父變成咗一個足以摧毀任何關係嘅核武器。每當謝霆鋒望住嗰個仲係好細嘅仔，望住佢行路跌跌撞撞，望住佢對住虛空嗌出含糊不清嘅字眼嗰陣，謝霆鋒內心深處嗰種作為男人嘅原始補償欲就會徹底爆炸。佢會諗，如果呢個仔真係同我有關係，我應該點樣面對呢份滔天嘅罪過？如果呢個仔同我冇關係，點解我望住佢，心口卻痛到好似被生生挖走咗一塊肉咁？呢種不確定性，先至係最折磨人嘅毒藥。王菲喺呢一刻睇穿咗呢場殘忍嘅博弈，佢發現自己唔單止要同張柏芝爭，仲要同一個未知嘅、被全社會裝住睇嘅秘密去爭。張柏芝用呢個仔喺謝霆鋒嘅餘生入面買咗一張永久嘅門票，只要呢個謎底一日唔揭開，謝霆鋒就永遠冇辦法真正咁行入王菲嗰個清靜嘅世界。佢必須還債，甚至要還一世都還唔清嘅債。喺車入面嗰個死寂嘅瞬間，王菲突然覺得眼前呢個男人好陌生。呢個曾經話要帶佢去世界盡頭嘅男人，而家卻被一個幼小嘅生命牢牢咁閂喺原地。佢感到嘅唔單止係妒忌，更加係一種被命運玩弄喺鼓掌之間嘅無力感。張柏芝唔需要公開真相，因為懷疑本身就係最完美嘅離間計。佢令謝霆鋒喺每一個擁抱王菲嘅瞬間，都會下意識咁聯想到嗰個喺角落入面默默長大嘅細路。呢種心理暗示，好似一條冰冷嘅蛇，纏繞喺兩個人嘅枕席之間，令每一次親密都帶上咗道德嘅苦澀。呢個就係三個細路嘅真相，佢哋唔單止係生命，更加係張柏芝築起嘅三道血肉城牆。而第三個細路就係嗰道封死咗所有退路嘅最後閘門。呢一局王菲睇得好透徹，但係輸得好淒涼。如果話王菲同謝霆鋒嘅糾葛係雲端嘅雷雨，咁謝家嘅長輩，特別係嗰位叱咤影壇幾十年、見慣風浪嘅拉姑，就係嗰股喺山海之下左右洋流嘅暗湧。喺謝家嘅家譜入面，從來都冇單純嘅戀愛，只有綿延嘅香火。呢個唔單止係一場女人嘅戰爭，更加係一場關於豪門秩序同埋血緣正統嘅終極博弈。喺嗰架黑色嘅轎車入面，謝霆鋒嘅沉默唔單止係因為王菲嘅質問，更加係因為佢喺出門口之前啱啱收過拉姑嘅一個電話。電話入面，拉姑嘅聲依然好優雅，但係帶住一種不容置疑嘅威嚴。拉姑同佢講：你愛邊個，阿媽管唔到，但係謝家嘅孫唔可以冇根。你睇下 Lucas， 睇下嗰個喺鏡頭前面越來越似你嘅大仔，你忍心令佢行你當年嘅老路咩？呢句嘢就好似一根碎咗毒嘅銀針，精準咁刺入咗謝霆鋒最隱秘嘅痛處。
拉姑真係太明呢個名利場啦。佢深知王菲係嗰種活喺真空入面嘅神女，佢可以帶俾謝霆鋒靈感，可以帶俾佢短暫嘅避風港，但係佢絕對唔會為了謝家去沾染半分人間煙火。王菲唔會去操心細路仔嘅擇校，唔會去理會豪門禮節嘅繁瑣，更加唔會為了討好奶奶而放下身段。喺拉姑眼入面，王菲係一處風景，好睇但係唔實惠。而張柏芝，哪怕佢當年有過再多嘅爭議，哪怕佢同謝家嘅關係曾經降到冰點，但係喺佢生下3個仔嗰一刻開始，佢就變成了謝家永遠都冇辦法切割嘅內柱。呢種博弈喺每一個春節、每一個生日宴上面無聲咁進行緊。張柏芝係極其聰明嘅，佢深知拉姑嘅軟肋就係酸。於是喺嗰啲王菲同謝霆鋒喺海外共度浪漫時光嘅日子入面，張柏芝會帶住3個仔，整整齊齊咁出現喺謝家嘅飯台隔籬。講到呢度，大家又有啲乜嘢睇法呢？你覺得喺呢場長達20年嘅情感博弈入面，邊個先至係真正嘅贏家？係保住咗家庭正統嘅張柏芝，係保住咗靈魂自由嘅王菲，定係最終選擇回歸責任嘅謝霆鋒？歡迎喺評論區留言話俾我知你嘅諗法。如果你鍾意今日呢段分享，記得點讚、轉發同埋關注我哋，我哋下次再見。